南的药井虎头山公园已经有30年的历史。造成园区内底除了游泳池伤旧，还有公园内外步道伫大雨的时阵嘛开积水，造成民众无法度使用。那公园内部由于我们的铺面现在比较低，下个雨就泥泞哦。那包括体健设施其实都不能用了。地方为着要改善伤旧的运动公园，所以嘛向内政部营建署争取经费，补助5550万。今仔日嘛邀请市长黄伟哲，还有真济里长和乡亲来为运动公园的改善工程做见证。这整个大地方都要把它设计成就是游戏区。咱希望讲第一期的工作会当来如期如职来完工。估计今年底就会当完工，和新的运动公园变作市民和游客体验台南山区魅力的新景点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